哇！坐喺棵樹上邊咁得意嘅視頻係點樣製造嘅呢？1分鐘教識你。先拍一張棵樹嘅照片，跟住固定好支架，點開始拍一段人物坐低，面側向另一邊，對腳好自然咁喐下喐下嘅視頻。最後拍一段人物瞓喺度，對腳好自然咁喐下喐下嘅視頻。我哋點創作？將拍低嘅照片同埋視頻新增上去。我哋第一時間先關閉原聲音，喺下邊工具欄揾呢個長闊比例，點9:16。咁將個照片呢撐翻大佢，點打勾，滑動第二段視頻，滑動到個人個頭轉向一邊，點中視頻條，點線性，將前面多餘嘅刪除，再繼續滑動視頻條，滑動到個人做完呢個動作，再點中視頻條，點線性，將後邊多餘嘅再刪除。咁再滑動第3段視頻，滑動到個人瞓低喺度，對腳喺度喐嘅時候，點中視頻條，點呢個線性，將前面多餘嘅刪除。咁繼續滑動視頻條，滑動到個人準備起身嘅時候，我哋點中視頻條，點呢個線性，再將後邊多餘嘅刪除。我哋點中第2段視頻，喺下邊工具欄揾呢個重疊或者叫切入畫中畫，撳住呢段視頻向前面2段視頻對齊，再喺下邊工具欄揾呢個移除背景，點呢個移除背景，再點自動移除，移除緊咯，移除完啦，咁我哋點打勾，將呢個照片呢拉翻長少少，將個人推翻佢過嚟向呢邊，坐低喺個樹枝入邊，再縮細少少，點第3段視頻，再喺下邊工具欄揾呢個重疊或者叫揾呢個切入畫中畫，再撳住佢推返向前邊，要3段視頻都要對齊。咁點中呢第3段視頻，再喺下邊工具欄揾翻點呢個移除背景，自動移除咁樣畫一畫佢，咁佢喺度自動移除緊咯。移除完咗啦，我哋點呢個打勾，將個人物整個斜少少，喺個樹枝入邊，點音樂，搜尋呢首樹蔭下好乘涼，點呢個加號，刪除多餘嘅音樂條，點文字，自動歌詞，產生歌詞，歌詞產生咗咯，揀翻我哋中意嘅字形，點呢個樣式字形，點呢個快樂體，點打勾，咁成條視頻呢已經做好咗咯，咁我哋點小三角，畫面速率拉滿，編碼速率拉滿，點匯出，我哋嚟睇睇效果先。